来看中国不三市起无空，造成台海的情势紧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川普政府的政策是确保台湾的现状未改变。不过有专家认为，这中国伫咧2027年进程都会拍台湾。即马咱的国军毋若加强军演，这罗总统嘛强调讲，未来会全面应对中国的认知作战。 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嘛影响印太区域的局势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广播专访，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会见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这件大代志，是毋是展现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卢比奥表示，川普的政策是台湾现状未互武力改变，美方原来有合作中共反台手段。I do think you can delay and deter by making the price of taking Taiwan higher than what he perceives to be the benefit. Our policy remains the same.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any violent and/or extortion-based change to status.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科顿嘛示警，世界面临大国竞争，中共加速扩军，计划2027年前占台湾。美方必须加速关键军武的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国军今年汉光演习的目标，都头一届纳入中共2027年反台。 中共就可能会把台湾当成他走向远洋的一个主要的就是目标之一，因为如果他可以控制台湾，那么就可以控制西太平洋，以及向第二岛链，就是更加的深入。 国军提高备战能力，小汉光操演第4天，首都防卫任务是关心的焦点。宪兵快反连20驾驶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在大台北地区的莲花桥梁出现，演练遭到强军进犯。 三军联训基地是展开陆空操演，阿帕奇直升机展示2.75寸火箭，30公里连炮顶强大火力，反制强军的威胁。国防部20发布查到27台强机，其中飞过海峡中线加进入西南空域20台，6只强弹，也有1粒空飘气球绕台，为台湾中部切过台湾本岛的天顶，也引起关心。面对来自中共的各种威胁样态，都能够提高警觉。 尤其在网络资讯、个人交友以及涉外交流时，多一分谨慎，多一分判断，避免无意间被利用或是陷入风险。赖总统嘛上几公园地提起中共统战手法多元，去年强谍案起诉人数达到64人，是2021年的4倍。话讲国军官兵爱提高警觉，政府原来会采取这种做法的反制策略。记者综合报道。